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带头先就来报连载。台湾是连续4天无确诊病例出现，但市长又呼吁民众防疫千万唔通放冷。另外，和台湾做世界冠军活动到达已经真侪民众响应。疾管署官员电子口罩的密码加热口罩拢希望破解，连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卫生研究院也受到作用。劳动部有推出劳工纾困贷款，只要有工作事实，民众就当申请，上限会当到贷款10万块。在今仔日是连续4天无出现确诊病例咯，而且是17天无本土案例。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提醒民众讲，无增加病例，唔是代表讲无传播源，也呼吁民众就要搁来洗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也来讲到和台湾做世界关嘴安活动，这2日啊，就已经有真侪民众来响应咯。国内连续第4天武汉肺炎零确诊，而且已经17天无本土病例出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零确诊无代表无传播病源，所以民众也是爱定定洗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个人防晒最好，生活才法度正常化。几天零确诊，几天零确诊，那个事实上在现在来讲意义不是那么大，但值得大家高兴呐。好，但是说就已经没有传播源了，那不见得。好，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条线守好的话，那也没有大规模的传播，那生活就正常了。另外，中研院最新研究发现，引发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演化真多6大类型，而且病毒变异程度可能甲第4类相关。对此，指挥中心讲，台湾的病毒来自世界各地，虽然变异性大，不过死亡率无悬，可能甲医疗照护品质有关系。会不会因为演变以后造成毒性比较高、死亡率比较高？这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是另外，就临床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照顾的量能会不会影响到照顾的品质？中上村进一步分析指出，这阵国内一共有7名重症患者，伫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治疗，有3个人使用叶克膜，不过病况也算稳定。而总计国内确诊人数维持在429例，有6个人死亡，311人解除隔离，其他继续是伫住院。而指挥中心发起的和台湾做世界关嘴安年度援助活动，到日白暗时已经有26万人响应。记者综合报道。后日就是5月7日劳动节连假，不过中央政府最近所推出的1968 App 对人际景点做警示，有人认为是无够准，也有人认为讲这个 App 会影响心理，引起民众反弹。交通部长林佳龙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也讲，这拢是中华电信提供的人口盘刷数据，若准是无准的部分会继续修正。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通过临时提案，强调伫连假进前若准无测试通过，就袂当使用。交通部高公局1968 APP 也无上路，问题就真多。拍开 APP 一看，部分红灯热点区，实际现场根本无啥物人刷显示人真多。被批评数据失真，再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立院备询，也引起内地立委批评，认为1968 APP 误差伤过大，临时提案要求伫5日连假进行，通过压力测试才上路。压力测试通过之后，才能够来上线。1968 App 是车流。那中华电信的大数据是人流，重点是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够参考的指标，不是吗？我们要把它丰富它经济。是中华电信为主，没有纳入其他的电信业者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相关的数据失真？就是只是说这个演算法，的问题，不是说几家的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28暗时已经甲相关单位开会，所有热点拢会随时修正，提供更较及时、更较准确的热点联调资讯。交通部处长黄桥林也回应，5月7日进前会修改运算方式，除了人调流量，也将空间容量改算入去。能够承诺多快可以把这个 APP 改进到可以让民众可以方便的使用，而且准确的看到这些资讯。在5月1号之前，我们会修改运算式。把容量也一并考虑进来。这不是一个警示点，那是一个热门的景区来采用的参数到底正确不正确？那这个我们随时可以改进。下晡，交通部长林佳龙甲相关单位检讨，继续修正 APP。佮强调，除了目前237个热点以外，指挥中心计划佮增加将近100个热点。有5日连假全台有将近300个红灯警示热点。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讲会修改1968 App， 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今仔日也讲，当然欢喜中央政府会修改，上届希望的也是把问题讲清楚，是公布监测点或者是警示点，甚至有地方政府也发现讲，已经收起来真久的夜市啊，也在名单内面，希望中央单位就到现场来观察才对。伫花莲东大门夜市啊4个入口所在，装着红外线显像机器。花莲县政府为5月连假的人流控管做准备。听讲连假订房有小可恢复，不过业者讲真烦恼，手机软体1968发布热门景点了后，这订房又搁受到影响了。1号大概60%多了，那2号大概也下降到50%，军舰的感染嘛，大众的这个心里面还是怕怕的。大概平均3到4成而已。中央有发布一些警讯。然后也是说，放假不一定要出来玩，所以它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连续2天批评1968真无准，交通部讲会改善。黄伟哲立交讲欢喜看到安尼，不过希望要有清楚公布的是监测点，也是警示点。如果是监测的话，那应该多放几个。好，那因为坦白讲，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好，反正是被列入进去的一些景点，大家都抓了一单。黄伟哲也强调，无希望1968变做世界乱抓，若是无准，对民众甲点头拢无好。而婚姻馆长张丽仙也认为，包含的景点唔免一直扩大。11个地方其实跟实际上有严重的落差了哈。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做好防疫的工作但是也避免无限上纲。婚姻馆即阵无变咧，馆长希望县民趁连假伫馆内4个行行。不过为着确实掌握疫情，无欢迎外县市来婚礼。新竹市是予1968包含5个景点，不过其中花园街观光夜市啊，多年前都无开咯。花园街夜市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第一时间发文请交通部的部分做及时的更正。新竹市政府希望1968透过实地勘查，或者是问地方政府了后，才去发布。虽然真侪地方政府对1968有意见，不过拢强调5月连假的最好防疫工作，加派人员到各大景点疏导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当咱无用伫咧防疫，疾管署官员的官方电子批竟然互侵入啊！有69位官员的口罩甲鼻码也拢互破解去。那安尼，连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卫生研究院甲比尔盖茨基金会等，拢总有25000笔电子批的口罩甲鼻码拢互破解，而且是对外公开。这个案件，咱的法务部调查局也当咧追查。疾管署传出遭到骇客侵入，根据周刊报道，有69名公务员官方电子邮件户头甲密码互破解，资料互偷摕去，甚至传出疾管署长周志豪信箱也可能互侵入。2018年56笔，2019年9笔，那3笔是今年首次出现。那这3笔其实这个账号的最晚的人员，这个人员其实他最晚也都是在2001年7月就离职。这些所有外泄的电子邮件的账号，都立刻都可以他停用。疾管署讲，其实早在2018年就接到治安外泄的情报资料，并且讲2006年就要求署内职员180天爱换1摆密码，2017年8月改做每90天爱换1摆密码。同时要求不用使用公务的户头注册外部的服务信箱，同时将这外泄的电子邮件户头停用。1摆互侵入的信箱也包括世卫组织 WHO、美国卫生研究院、比尔盖茨基金会等，总共大约25000个官方电邮户头密码被破解，也公布在全美国上大的网络论坛平台。法务部长蔡清祥强调，调查局治安站已经立案，即阵正伫调查中。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事实查清楚，到底是来自境外还是境内的骇客所为啊？那要依法赶快尽速的查办。全球防疫期间，却是逼出疾管署官员电子邮件互侵入。官方来往文件全部拢公布出来，调查局立案追查，向刑法妨害电脑使用这罪嫌方向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到新北市汽车驾驶职业工会视察劳工纾困申办的状况。透过工会的帮忙，全国已经有60万外人领到现金的补贴，而且又是连续4天无确诊病例。蔡总统也表示讲，5月初1的年假也是袂当办令，等候疫情结束了后，就要开始振兴经济。
5.1劳动节要到啊，蔡总统关心受疫情影响的自营业者甲无一定头家劳工的生活。实际了解劳工到职业工会申办状况，新北市汽车驾驶职业工会现场都被招司机来申请，补贴方案上路无到10天，全国到60万人申请，拨款达成率将近8成，核发超过200亿。我们现在一天跑下来了，跑不到1000块，连油钱扣一扣，剩下500-600块。然后申请3天就落来啊，他一次3万就给你，这个真的是补助，对我们来补助很大。要用最大的力量来保住大家的元气，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当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集结起来，来拼我们的经济。蔡总统表示，疫情过后都要打拼振兴经济，即马连续4天零确诊。佢讲困境前爱先打电话给但市中确诊数字才困得去，希望防疫这样打拼会有好结果，也大家唔通放松。对我昨天晚上听到640哦，我心情是蛮好的，所以我2只猫有宵夜可以吃哈。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但是绝对不能松懈，多忍耐一下。这样子我们的疫情可以早一点结束。进前台美为副部长电话会议，寻求进一步合作。蔡总统表示，这代表台湾受到国际肯定。5日抗进前也出现真济内阁改组名单甲传闻，伊强调确定会向大家报告。即马也是专心防疫，唔通乌白药。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疫情的纾困，劳动部赶伫咧5月初1劳动节进前推出劳工纾困贷款，也甲条件放互零，只要有工作事实的民众就会当来申请，相关会当贷款到10万块，而且劳动部也会补贴头1年的贷款利息，而且这个申请时间是对明仔载，也就是4月30开始申请。相对来说，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减少了2/3左右。因为疫情的冲击，原本1个月会当出团2抓的领队，为2月中开始就无工课，收入变真少。好佳在也会当找到兼职的工课，不过想要伫咧防疫期间解决收入降低的问题，阁会当自我学习。这个黄先生已经申请领队的薪资补贴，嘛参加充电阁出发的计划。针对纾困贷款，伊嘛有想法。这个10万块来讲，对于我们这个短期失业的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及时雨，因为毕竟来讲，它的申请的门槛条件来说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应该会去试试看申请看看。劳动部伫5.1劳动节进前推出劳工纾困贷款，满20岁本国籍的劳工，只要会当提出工作事实的证明，就会当申请。上悬会当贷款10万，期限是3年。头1年的贷款利息是劳动部来补贴，贷款头1年前半年是宽限期，唔免纳本金，后半年才开始还本金。第2年开始按月还本金甲利息。确认你现在有工作事实，但是你因为工作疫情的关系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那你就可以来做一些贷款。如果过去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贷款违约啦或等等的一些情况，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请您准备所谓的双证件跟印章，然后来分行填写申请书，可以线上办理。4月30号之后会统一一起做一个开盘的动作。对保的动作以后，我们就是会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个拨款的动作。探问银行的服务人员，会当知影劳工爱准备的相关资料，为对保到核保，按算爱用3天至5天的时间。第一波会当贷款的21间银行，会伫4月30开始办理；第2波13间银行会伫5月初4开始，按算会当协助50万的劳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 KTV 大火烧，造成真侪人伤亡。台北市长郭文德伫中昼也出席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钱柜大火专案报告，有议员质疑市政府的消防安全检查到无够斟酌，要求郭文德着爱会实的。郭文德唔若会实的，也讲会反省甲检讨。台北市长郭文泰带台北市府官员到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针对千过大火进行专案报告，真侪议员拢咧批评，质疑市府的消防安检过去检查20届拢合格，是未合格，要求郭文泰爱回实的。个人作为市长道歉就可以了，也跟大家致歉。议员一直咧追问郭文泰带领市府官员局长回实的，伊嘛伫讲检查制度有浪芳，会反省检讨。不仅是道歉啊，其实我们是觉得惭愧啊。如果过去几年20次查，20次都合格，那现在去突击检查说6家要关掉4家，
如果这个数字都对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目前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效的。目前的制度呢造成的这种漏洞哦，这个我们是要深刻反省去检讨的。当时阵，关务厅嘛讲到消防设备动态违规的部分，依照目前的消防法，拄到违规嘛，家人会当限期改善，确实是当芳，应该为中央修法。4月22日抽查，议员批评起查敢若是假的，因为消防局坦白讲，起查的时间到20分钟，嘛无抽查5个消防设备。因为当时抽查，所以说没有抽查详细，只有20分钟，所以没有说全部抽查，所以以至于说没有。千过林新店大火，市府专门清查其他分店的消防安检。有风声讲，千过当署长练台生捌敲电话给台北市府的官员，议员质疑关务厅甲练台生有交情，对出关务厅否认。的确，这个时间没有打电话给我，没有接过他的电话，所以我不晓得那个还说我常常去他家吃饭，那没有啊，这个绝对没有在一年内的就跟他去他家吃过饭，是吧？这没有。在那个4年前好像有。大火造成悲剧，台北市府答应会协助善后的工作。关务厅指出，由副市长蔡明坤召开第1届甲家属说明会，未来会成立律师团，到帮助受害者甲业者协商求偿等代志。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名姓赖凶手，伫顶年压倒害死一个齿科医生。法院一审的时阵，认为凶手本身带有思觉失调症，甲伊判无期徒刑。上诉2审了后，法院又搁委托台中的营总做鉴定，结果鉴定出来也认定凶手伫咧犯案的时阵精神真稳定。法院煞无要采审，伫咧离稿宣判的时阵，又原依持1审的判决，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知影台视红赛凶手维持无期徒刑，齿科医师的家属无法度接受，质疑法院无采信精神鉴定，判决有矛盾，要求凶手替家己的行为来负责，无应该甲精神疾病污名化。法院若是无要判死刑，嘛应该采取终身监禁。我相信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赞同判死，希望能够严惩加害人的。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自己有病，不吃药不治疗，伤害人命后？法律还要给他们免死金牌。台中一个姓赖查甫人，2018年5月份走入去齿科诊所要找做护理师的妹妹，想要到找无人，气象地所举刀甲齿科医师王冠中抬死，两个护理师嘛受伤。法院1审判议定认为姓赖查甫人得到思觉失调症，判决无期徒刑。上诉2审了后，台中高分院委托台中营民总病院来鉴定，结果精神鉴定互人真意外。2份鉴定书拢讲姓赖查甫人落手的时阵精神真稳定，毋过台中高分院无采信，维持1审判决，互死者的家属毋敢相信。你知道本案的凶刀刃长10公分，王医师的刀伤法医相验几公分？9公分，整把刀几乎刺进去，光天化日之下去对医师血洗诊所，如果这不是犯罪情节重大的之罪，请问什么才是犯罪情节重大之罪？家属批评讲，犯人的爸爸强调讲会负责，齿科医师的家属甲受伤护理师求偿3000万，毋过伊的名下有8条房产，甲愿意甲价值500万，还有200万贷款的房产过户予3个受害者嘛去互拒绝。2审判决即马出来啊，嘛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陆军269旅姓黄的中尉排长，日前伫营区内面自杀身亡。近日风声讲，伊在生进前，予伊的长官甲伊刁难，部长无要尊重伊。军中人权促进会也批评269旅爱负上大责任。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军官发生这款代志，使人伤心，也强调讲一定要爱查明真相。陆军269旅一个姓黄的中尉排长。顶日伫咧营区自杀死亡，即马互表出在生的时阵，兼真侪职务无用试试，煞去互长官甲下手几啊届刁难甲扣洗。根据赖军组的信息，真侪官兵批评伊业务办了无好，闹讲要烂就做伙烂。军中人权促进会直接点名269旅有真大的问题。阶排长嘛，再来还要教他担任专业技能的2级厂长，维修啦、采购啦都要他。包括叫他去私购料件，你也不去教他，只要有缺失就是用标，
用骂、用干掉的。姓黄的中尉，捌伫咧陆军的航空特战部做特种兵，自年考校尉军官，了后分发去269旅。单片5质疑，伊过去伫咧其他的部队，并无任何负面的消息，是安怎去269旅煞去互霸凌行绝路？269旅因为发生洪仲丘命案，引发各界的批评。想袂到最近7个月内，又搁发生3届官兵自杀的案件。2019年9月姓谢的中士自焚，同年10月姓陈的士兵伫咧房间自杀。陆军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在当下，我们立即就封锁现场，也报请这个检调单位来实施调查。所以我们秉持的态度就是非常坦然，也秉持无枉无纵的立场。全力配合司法来做调查。桃园地检署经过遗体的复验，证实死者是掉头自杀，后续会搁调查自杀的动机。也若姓黄的中尉因妈妈是写批甲蔡英文总统တင်情，强调因后生去互顶级欺负，煞无人愿意斗相共。针对这点，蔡总统回应：军官自杀，互人感觉真伤心，一定会查明真相，该负责的人拢爱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无因为疫情的关系，战争就较hiệu quả。伫咧叙利亚的西北部，甲瓦土耳其的边界，是由土耳其所支持的游击队控制掉咧。不过今年却是一再发生爆炸的事件，唔有汽车炸弹攻击，还有油罐车爆炸的事件。若准是继续发生落去，恐怕是死伤无数。消防队用水条也受爆炸影响，不出阵阵乌烟的车辆想要控制火势。另外，一个被叫做白色头盔的民防救援人员，伫小甲臭火打架，外国饲出来残骸中要找找罹难者遗体甲可能的生还者。但是发生的地点是伫叙利亚西北部和土耳其边界阿夫林，因为拄好时之时，未少人到市场买物件，人是非常济的时阵，却传出真大爆炸，而且是以油罐车作为武器，所以造成严重的伤亡。قمنا على دوي انفجار يهز مدينه افريق ثم توجهت فرغ الاطفاء وفرغ الاسعاف الى المكان الانفجار واتضح لنا خزان وقود مفخخ ينفجر في وسط مدينه افريق في امام سوق شعبي وكما ترون السوق الشعبي لا تزال فرغنا عامله فرغ الاطفاء وفرغ الانقاذ موجوده وفرغ الاسعاف موجوده في المكان مكان التفجير。阿夫林属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数百年来拢是靠着做占大多数的所在。疫情期间也是靠着做游击队，叙利亚民主军所掌控，一直到2018年初伫土耳其密使之下，俄罗斯、叙利亚两军合作赶走靠着做部队，然后由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叙利亚军取代。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信息，28爆炸案至少造成46人死亡，其中6人是属于土耳其支持的游击队，另外还有11个囡仔。虽然到即马无任何组织公开承认犯案，不过土耳其政府第一时间就将目标指向库德族，讲库德共产党 PKK 伫叙利亚分支、人民保护军 YPG、加叙利亚民主军 SDF 等反对土耳其的武装组织。是策动这摆爆炸案件幕后凶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伊是目前唯一一个超过100万人感染武汉肺炎的国家。美国总统川普也引用国防生产法，下令鸦片工厂营运就要提供有够数量的鸦片。伊也批评专家学者伫咧头起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另外，副总统佩恩斯去视察病院的时阵，宣布挂水案也引起争议。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案例200超过100万。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统计，累计有101万2000多人去互获着，是第一个病例数超过100万的国家，占全球总确诊的人数1/3，死亡人数有58355人遐济，超过越战期间美国死亡士兵的人数。总统川普考虑要针对为重灾区来的国际航班旅客来做全面的体检，而且已经引用国防生产法签署行政命令，嘛要求各大鸦片的加工厂爱继续营运，确保鸦片的供应无问题。Many very good experts, very good people too, said that this would never affect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n't affect Europe. It wouldn't affect anything outside of China. So we were listening to experts, and we always will listen to experts. But the experts got it wrong. A lot of people got it wrong, and a lot of people had no idea it would be this serious. 伫咧疫情的期间，副总统潘斯视察明尼苏达州的美约病院的时阵，煞无按规定挂喙罨，受到各界的批评。不过伊煞辩解讲，疾管中心的建议挂喙罨是要阻挡患者散播病毒。不过伊并无去互画着，所以伊毋免挂。
And since I don't have the coronavirus, I thought it'd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 here, to be able to speak to these researchers, these incredible healthcare personnel, and look them in the eye and say thank you. 另外一方面，伫咧罗斯福号了后，美国海军驱逐舰基德号加做第二架受到疫情影响的军舰，船顶累计有64个人确诊，而被泊伫咧圣地亚哥的港口，互船员会当得到医疗的照护，而且会甲船做清洁甲消毒。也那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的家庭，是传出因饲的狗仔嘛出现病毒阳性的反应，真有可能是全美国头一站狗仔确诊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有通报讲，伫咧昨增加22个确诊病例，其中有21个是对境外入来的。另外，伫咧乌龙岗地区也有2间病院发生群聚感染，到今有87人治着武汉肺炎。也那因国内的大型会议，中国全国的人大常委会透早也决议讲，全国人大第3摆会议伫咧5月22日在北京会来举行。有民众传去网络哈尔滨疫情的画面当中，一栋大楼外口徛真侪穿白色隔离衫的医护人员，替所有的人做核酸的检测，还佫有路临摆10几台救护车，一台接一台要赶去无同的所在载患者。30多辆车了。走了好多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病院嘛公告，2月开始发烧的门诊暂停1礼拜，重新搁开的时间会另外公布。哈尔滨初到爆发的病院群聚感染，影响到哈尔滨2间大型的病院，这波群聚感染已经超过87个人。哈尔滨疫情继续伫咧拖，到2月为止，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的全国上新确诊的人数有22例，21例是境外移入，主要是一架为俄罗斯飞西安的班机检验出20个人确诊。新增确诊病例22例，其中2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分别为陕西20例、上海1例，1例为广东本土病例。5一连假特别到，中国官方对各地景点采部分开放，比如讲武汉黄河楼公园，买一盘是用徛名制；上海 A 级景区门票是用网络注文登记。对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以及孕妇，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不建议5一期間進行嘅出遊的。咁就決定咗咧喺5月22號召開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會議嘅相關嘅單位咧，已經做咗總體嘅防控嘅預案。另外，受到疫情的影響，中國原本定喺3月初要舉行的2會延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再起決議，全國人大3屆的會議會喺5月22日喺北京召開。全國政協是喺5月21日舉行，不過官方並無講2會召開的形式甲結束的議程。港區的人大常委譚耀宗指出，也未討論敢是要實行開會，相信各代表也是需要親身出席會議。記者綜合報道。日本對4月29日開始進入黃金周的連續假期，不過到5月初日以前，全國攏是緊急狀態。政府也可能因為5、6、3級就要暫停營業。不過有拍8,000個店面是照常營業，組織的民眾恐驚會變作是防疫空棚。中國針對表態支持反送中的藝人，想要甲因斷因的演藝路，正有風聲講要求台灣甲香港的藝人，若準無表態愛中國，保證10年的政治正確，盡量就無愛互因演出的機會。面對着這款的情形，咱台灣的立委會也批評講，中國的這款做法只互兩岸是愈差愈遠。中國去年的11國慶進前，香港發生支持反送中的藝人，也有遊行發起人鬧紅掠旗的代誌。台灣也傳出有藝人表示支持反送中，和中國封殺的情況。這陣又佫傳出，中國要求境內各大影音平台，也有影視公司，若是台港藝人無表示愛國，保證10年的政治正確，就盡量賣採用，引發討論。演藝總工會強調，去年到這陣，台灣藝人因為支持反送中，也是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在無演出機會之下，陸續返來台灣。這陣中國佫出招，對兩岸藝術文化交流實在無幫助。我政府呼籲中
国大陆不应以政治因素介入艺文影视专业创作。陆方要求台湾艺人及幕后工作人员保证政治正确的做法，不利于两岸影视交流的发展。对此，陆委会批评中国以政治介入影视创作做法，唔但对两岸影视的交流不利，也互人民更加袂相通，互两岸是愈离愈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东螺湾册店的负责人林英基去用破财的案件，民进党刘立委在今日举行记者会，认为这款的案件是用暴力威胁民主人士，爱甲侦办提悬到国家安全的水准，莫互幕后的装假人继续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正面。送上电外屈服的册袋啊，鼓励台湾东螺湾册店的负责人林英基，唔通因为破邮差的案件抓着惊。林英基破邮差的案件引发专案背后，敢也有境外势力控制的讨论。绿营的立委赵天麟29举行记者会，受到邀请到现场的林英基讲，3个嫌犯交保了后，确实烦恼讲，各一届受到伤害。你很容易就把这个几个疑犯就放出来啊，交保还是最小的6000块。然后是不是等于是的鼓励其他人还做这个事情？有可能是收了大陆钱的人。不太相信我们高雄人会这么无聊到大费周章跑到台北去攻击一个准备要开书店的一个林老板那个背后你说没有其他这样子的联系跟动机，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林英基希望政府应该爱检讨相关的法规，敢是有完整。立委是强调讲，破邮差的人挑工甲中国人士通联的记录态度，互人感觉真妖奇。呼吁这款威胁民主人士的案件，侦办上应该爱提升到国安的层级，避免可能藏伫咧背后的境外势力逍遥法外。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已经请相关的外勤处站，就这个案件有没有中共幕后操纵、指挥、介入的情形，请相关的外勤处站再收报了解。会从各种的一个线索积极，还会再做侦查，好，那看是不是有危害国安的相关的一个证据。那这个书店的部分，当然也责成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能够要加强这个安全维护的部分。针对伫陆委会闹话威胁林英基的人，伊的人面册小界当中，指向甲特定的统派政党有关联。警方敢是会以组织犯罪条例来侦办。刑事局强调，已经查出闹话人的身份，初步了解，这个案件甲破邮差的案件无直接的关联，会继续来查清楚，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东山会当咧调查中华救助总会敢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在今仔日召开第2摆听证会。东山会表示讲，救助总会资金有超过8成，拢是对当时的政府甲5、6场所，甲人强制扣大陆救助金来的。而且救助总会是由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所成立的。不过救助总会所提出的证据来反驳，认为东山会调查报告无够公正。民国39年成立的社团法人中华救助总会，成立到大资金收入计共有85亿，若受到政府补助甲5、6场所强制付款大陆的救济金，就有超过71亿，占总收入超过8成。东山会调查国民党是毋是有真正伸手控制救助总会的人事财务，举行第2摆的听证会。救助总会代表律师叶庆元除了认为听证会定数无正义，调查报告有问题，也不管东山会拢无看到对总会有利的事实，只看收入，无看支出的部分。我们受国家补助，不是接受国民党的补助。好，那人民团体受政府的补助去执行公益的任务，这怎么会是帮国民党执行任务变成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呢？东山会指出，救助总会是伫咧1950年由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指示所成立的，发起人的名单和会议的地点拢和国民党有关系。不过，救助总会提出证据反驳，表示迄当时是由400多个会员依法检出李干事。东山会的证据不足，提出的看法也无法度证明救助总会就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我们不能说不当党产委员会是因为依民进党的政策而成立的，所以它就是民进党的附属组织。事实上是政府跟民间团体之间必须要成立某种契约关系了，或者然后在这个契约关系里头，这个民间团体是要受到政府相当的监督了。
但是整个救种的历史，事实上就欠缺了这一块了。东山会甲救助总会名下财产全部公开，认为救助总会也搁甲政府的补助金起来买不动产。不过总会认为，即阵也无被认定是赋税组织，不过却已经甲财产拢列做是赋税组织所取得的财产，定数上有正大的问题。东山会表示，公开听证就是想要让双方拢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也是法定的定数。委员会伫咧听证会当中未做出任何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的教育会考伫5月16、17要来举行啊！台北市也决定讲，今年的会考头摆开放市场，让考生伫咧中昼会当留落来休困。市政府也要做一种多功能的防疫假帮，让考生伫咧食饭的时阵会当使用。另外，伫咧每一间考场拢有4间教室做优美，让临时发烧或者是无爽快考生会当使用。高中教育会考拄到新冠肺炎疫情避免群聚，今年考场无休困的所在，新竹市甲台北市拢宣布第一摆开放市场，学生中昼休困的时阵，用伫内底食饭。我们会先调查，那调查好之后，就会考试当天由考生服务队，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便当、午餐送到市场去给学生。台北市的考生若是要伫内底食物件，到时阵拢会摕到一片安尼多功能防疫用的假帮。新竹市是做6000份的专用的假帮，予学生来使用。来让学生在用餐的时候能够进入到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空间来进行用餐，避免整个的一个武汉肺炎的一个传染的情形。当天我们让国中带回去之后呢，他会在隔周的星期一再发给同学，然后同学可以决定放在桌子上呢，还是带回去使用都可以。台北市考场每一间规定42人，每一个考场有5间备用的市场，其中4间提供临时发烧到上呼吸道症状的考生考试。备用市场的检测人员也增加防护设备。他们除了口罩之外，我们会提供手套跟防护衣，来让监视人员比较安心的做监视的工作。牛体温专庭挂喙暗，今年也搁第一摆同时开冷气甲门窗，无确定会发生什么状况。台北市5月7日一早，也要请每一个高中甲考场人员伫大同高中模拟演练，确保会考能顺利安心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大学拢把课程改做是线顶教学。不过，清华大学的实验课却是有700人修课，学生也利用学校发予因的实验材料包，透过网络看线顶直播，伫厝里对着老师的骹步完成即回实验。武汉肺炎疫情，有真侪学校开始煞远距上课，不过需要实验实做的课程，说白来面临着真侪困难。为了要解决远距实验的问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设计出光学、电学两套实验套件的材料，让学生唔免走实验室来使做实验。实验的话，有人要研究，那我们就模拟，但是只是模拟跟真正做实验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差异。好，因为动手做。在真正实验操作上，这个是不能因为疫情关系就牺牲掉动手做这件事。透过6套成本唔免到1000块的材料，实验的精确程度，白背书实验室内底几啊万块的仪器，学生表示在厝做实验，下面拢爱靠家己独立完成，感觉在学习上更加杂白。现在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一个人就是从头到尾做嘛，所以一定会对实验更清楚。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学这个程式，每一行是什么意思。然后多学到一个程式的能力，那在现在的社会应该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远距线顶教学虽然方便，不过教授也指出，面对着较复杂的实验，目前还是要到学校的实验室，透过精密的仪器再使完成。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伫咧今仔日，公司台基大的疫情专题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但国内各行各业今仔日要来看的是一位货柜车司机的故事。伊是一个专门载国际货柜的运将，却因为疫情关系，国际贸易拢总断去啊，真是无通坐车，抑个当时会当走，是抑个唔知哩。用公推啊，公看卖，确定练啊正常，才上细甲拖车巡一列。拖车司机郑清云，专门是咧走家人到高雄的长途车，载的大部分是欧美的国际货柜。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了后，3月开始，欧美陆续锁国封关。需要有那种看板保险啊。国
国际疫情一直炭烧，伊收入的主要来源，逐工进出口的货柜刷哪来哪少。恁2-3个月绕工作的情形，足悬的，足悬的。我顶个月我家己就绕4工啊，绕4逝啦。我家己的比例，还佫减少1工啦。啊，等于我所赚的薪水，可能1个月就减到10万去啊。郑清云讲，伊走车走27档，今年是头一遍，清明连续的假期竟然无几啊通拖。真正今年上歹啊！每一年清明节拢有去走着。唔捌拄着讲叫阮休困的，较早是规啊，若连续假日哦，规啊坐到安尼走袂去，你知道？国内少数专门咧走长途货柜的新海运输表示，今年3月中以来，欧美货柜的量减少超过5成。较早规啊是坐到爱司机赶紧来载，即马是司机咧等货柜入港，等甲心惊吓。公司就是尽量会当互阮出车，因为阮嘛是讲爱趁钱啊。啊，你若无出车，阮就无趁钱啊，安尼，尽量啊，但是有贵没贵，迄唔知影，迄有当时啊，你有时候还要等到下午结关，看有没有柜子，或者是高雄有没有进口柜进来，才能够知道说今天的柜量可以运作到什么程度，这样子。今年57岁郑清云靠载大车和太太做伙，甲2个囡仔车拥大汉，驶拖车风险高，3顿无固定，驾驶座一坐就是10外点钟。郑清云两骨生骨刺开过2遍刀，不过对伊来讲，身体更较无爽快，拢比袂过无车通走的艰苦。伊嘛希望疫情赶紧过去，会当像英国同款有稳定的收入。记者尤伟珍、张玉水新北报道。伫咧荷兰有一群学生伫咧加勒比海参加行船，甲大海车爬课程，却因为疫情关系，所有航班当中取消啊，因着灵机一动，甲一只100多年的老船驶登去荷兰。你敢知影讲，这开这只船登去的时间爱偌久呢？因开5礼拜，拢总行7000公里。这只1920年打造的100年老船野田5号，慢慢驶入去哈林根的港口。船顶这阵14岁到17岁25个学生，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驶旁渡过大西洋。其实这段旅程无伫咧计划内底，因原本伫加勒比海参加6礼拜的航海课程，3月中结束了后，应该爱坐飞行机为古巴转来。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古巴锁国，班机取消。因为人都伫咧船顶，就规气甲这段时间摕来学习。Sometimes it's difficult that a boat is a very tiny space and you're with a lot of people. So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that you can get annoyed very easily or just you'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So there are a lot of friction and sometimes fights or something, but it's very quickly solved. 除了学生以外，船顶还佫有12个有经验的水手，还佫有3个老师。伫咧船顶的这段期间，因也是有作业爱完成。有闲的时间，毋是看海底，就是参与团体活动，而且这个学生嘛爱负责洗船。I was planning to marry next month, but I think that's not gonna happen. Yeah, I don't know. I will see. I think that's what most children learned here on board, that the plans change all the time. 落尾因用5礼拜的时间，航行7000公里，总算登去到荷兰，甲厝内的人中防。荷兰防疫的规定是，要爱保持社交距离，还佫有禁止群聚。嘛，因为安尼，因要爱一个人落船了后，另外一个人才会当为船顶离开。这段意外的旅程，嘛真做因真难忘，嘛真宝贵的学习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交通大队，伫咧高雄的重要路口，拢总有75位有安装超线的雷射感应。只要是汽车、奥多买超线，就会罚900块。真侪民众拢是收到罚单了后，才知影家己已经违规啊。调查这2秒白色的车前脸超过停止线，一半也伫咧线后壁。交通号志顶面的活线雷射装置已经感应到啊，结果安尼900块就赔去咯。恐怖都对嘛，无恐怖，无代志，安尼骑车来遮，安尼过来去会聊1800块。不知道哎，最近新用的，拍你不会有声音啊，心机好重。高雄市交通大队在全市设置75支这款的活线雷射装置，甲以往伫涂骹带线感应，也是说测速翕相的方式无共款。活线雷射装置是用雷达感应，数位化，无这底片限制。所以，敢若对今年1月到3月就开出6800张的罚单。那第1名是左营的新庄博爱路口，第2名是高铁大中路口，第3是
冈山的介寿东跟冈苑路口，是的，这是前3名起立的件数比较多。划线车辆会被开900块的罚单，车身若是超过这个白线，过路人行的所在会被判定是抢红灯，轿车要罚2700块，机车嘛要罚1800块。亲像安尼点点着设伫个头壳顶，考劝开车骑车的人爱遵守号志，莫抢紧，才袂互你的钱拢飞去咯。记者施宏华报道。伫咧苗栗台1线西湖往后面的路段，在今日中昼有民众通报讲，发现一只港的石虎货车交涉意外。苗栗县农业处接到通报了后，也把尸体送到特生中心去检验。这也是苗栗县今年第5站石虎伫咧车路死亡意外。被落杀的石虎，真侪所在骨头进去倒伫路边，已经无生命现象。29中昼，民众通报台1线苗栗路段北上西湖往后浪716公里的所在，有石虎被落杀。苗栗县农业处到现场了解，确定这是阿成体的公石虎。死亡的时间目前我们没有做这个推测。那不过石虎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是晨昏。台1线在西湖、在通霄、在造桥、后龙都有石虎路杀的案件发生。苗栗县府表示，这是今年第5件，可能是伫穿过台1线的时阵被高速弄到死亡。西湖是原来主要车地之一，后浪万里路段拢捌发生落杀。公路总局也针对这区有徛警示标语，不过专家认为道路残疾管辖单位无同，建议建立平台整合开心路甲原来道路，佫应该重新检讨。那现在道路一定要认真思考可能造成路杀的一个层面的问题，然后那既有道路，那就是在既有的一个成本的考量之下，然后挑最有效率、最有效的一个执行方式去做减缓路杀。公路总局除了针对第3线道南路段设警示系统，苗栗县府也伫路杀事件相关的医术控管道推出区间测速甲夜间降速，会伫6月底建立完成。苗19线也加装盲仔甲生物浓度。专家认为道路开发的密度甲石虎车地破碎有密切关系，也互石虎穿过大路机会增加，应该检讨开发的必要性甲原来设施，将降低路杀。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打算伫高雄小港推动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的开发，其中有一半基地，也就是在地大南部地区，民众就必须要搬走。官方的资料也显示讲，有9成民众是真赞成。不过，这个案件对环境有真大影响，接落来环评审查会更加严格。行政去年核定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开发案，面积301公顷，伫高雄小港。园区第一期土地是大南部地区，人口差不多2万人，7510间工厂，由高雄市政府主办迁村计划。经济部表示，有9成民众赞成迁村，不过环评委员认为，对反对者应该更加谨慎来处理。高达10%、11% 的民众反对迁村，所以我还是这边奉劝我们的开发单位在未来处理迁村的时候请审慎去处理。环评大会主席环保署长张祖敬表示，对开发案有期待，因为既然号名循环，开发单位应该有更加强的企图心，推动废水全面利用，甚至去更加大型的焚化炉，协助解决高雄市事业废弃物的问题。不是只有你区里面的设备就自己消化，而是你把它整个高雄市的设备就当做你这一个有点像你公用事业的那个角色。因为这案件对环境有明显不利影响，复校进入更加严格自家审查条件，所以为减少审查时间，无进行初审，直接送大会，最后决议进自家。不过高雄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黄奇兴不满安尼审查方式，认为缺少讨论。另外，针对迁村，黄奇兴强调，若开发案正是要推动，应该赶紧协助国民先搬离开高污染地区，强调应该先迁村再个建设。而且居民被征收的土地应该一平换一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后里有一个专门照顾弱势学生的团体，号做经水囡仔。除了教基本的读册写字以外，也搁再邀请世界各地志工来到这陪伴这囡仔，伫因人生读一装一下，帮助因的人生变更加勇敢。台中后里的 saxophone 是世界有名，伫遮有500年历史的铜厂，但是遮嘛有真侪弱势家庭的囡仔需要大家关心。
因的妈妈大部分拢外籍的吼，越南啊、印尼拢有，还是柬埔寨，还是大陆的拢有。这个囡仔拄来时吼，你拢爱甲检查伊的册包，逐项都无，读到4年一字都袂晓。为着要让囡仔有更较侪的学习机会，光水小子这个团队引进济培力课程，除了要培养囡仔的兴趣，嘛要互因通学到生活技能。咱遮囡仔反正咱的起点甲别人较无共，毋过咱有真侪路会当去行，伊会当知影无共款的路生做啥款。逐个月，因拢会邀请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志工来遮体验生活，互囡仔甲志工有机会互相学习。就其实他们这边带给小朋友的不太像一般大众带给小朋友的教育理念，他们就是提倡动手做，然后就是从体验当中去学习。在成长的过程，囡仔的教育是真要紧的。后里虽然不比大都市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不过这点少年家运用家己的专业甲资源投入地方的多元教育工课，因为因相信每一个囡仔拢有追求梦想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在婚礼赛里，有一个查某囡仔，号做牛英奇，伊对社区的事务真用心，那替社区据点的时代设计对健康有帮助的课程，而且佫亲身开车去接时代来据点做活动，甚至是陪因去病院去领药啊，咱也做伙来看伊的故事。阿公阿嬷拍拖坐做伙，伫咧社区据点的门口运动。今年才21岁的牛英奇，带看我来长辈做伙加入做活动。伊就是伫咧婚林西丽镇鼻头社区据点，专门替时代规划课程的人。牛英奇毋但对长辈真有心，只要社区有活动，伊就拢会亲身去接时代来参加。阿公阿嬷拢叫伊小琪。嘿，小琪最好拢去赶载。逐礼拜拢去载。嘿嘿。嘿嘿，伊拢真好，拢去赶载嘛。食老伴好，开讲好迄款俩。哎呀，啊，佫有饭好食，佫安尼，大家直接开讲。牛英奇读河北科技大学财经系，因为对服务长辈真有兴趣。读大学2年的时，就伫咧里长的办公室做工课，对里的大细项代志拢真了解。里长讲，牛英奇对社区据点拄成立到大，就一直咧斗相共，对伊的付出是真甘心。因为本身就很喜欢长辈，然后也觉得长辈就是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帮助。这2年下来，就觉得长辈他们都是需要鼓励，对，然后他们。就鼓励他们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就是很有目标，然后也活得就是让他们很有活力这样。需要拿药的，需要做复诊的，他也会帮忙去接送。这一点是我最觉得上甘心的。留伫咧家乡替长辈服务，牛英奇也招朋友做伙做志工，陪伴时代。伊讲看到阿公阿嬷心花开，佮有活力，就是伊上界欢喜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9度。新闻的最后也传来到西班牙看因的春天的花蕊，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时行的 DJ TK。平常时啊，我上爱看戏，尤其是轰动武林，惊动万高的布袋戏。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布袋戏。布袋戏汉字写作布袋戏，罗马字写作保护布，倒下地好义戏。布第3条，第7条，戏第3条。布袋戏是传统戏曲的一种，佫叫做江中戏。若要演出，就叫做搬布袋戏，唔是用演的哦。啊，若讲到搬戏，咱定会讲这身红仔互你来请，因为红仔是演出上重要的家私，对因来讲，红仔就甲心灵同款，遐尔啊重要。所以，若要算有偌济红仔，就会讲1仙、2仙、3仙。咱的布袋戏通常是用单曲配音，无论是查甫、查某、老大人、囡仔、动物，全部拢是口白师一个人来配，真正是无简单的工课，嘛是咱台湾的布袋戏真重要的特色。武将类的角色，伫头摆出场甲人拼输赢的时，伊会先吟一首诗，亲像战鼓响咚咚，沙场典威风，生死两河道，插兵胜灵王。这种用四句诗来小解家己的角色，叫做四句联，也就是出场诗。啊，若是少年查某，也就是小段的角色要出场，伊就会先吟讲：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所以有一句俗语讲：一声应交财，无声唔免来。这就是咧讲口白师声音的表现，对布袋戏来讲是真重要的。因过布袋戏大事件的时，定定有人看戏看煞，佫唔愿离开，惊的人就会口说讲伊是要单光戏病房。例如布袋戏、江中戏、搬布袋戏、一仙。四句联，一声应交财，无声唔免来。单光戏病房，即马咱来好好啊传承咱台湾的传统艺术，唔通互布袋戏这款遮尔珍贵的文化消失去啊！今仔日大讲这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